伊才写讲中人莫交了呢。咱就毋是中人啊。那安尼咱是啥？租赁服务管理啊，包租代管业者，这几个字敢有写做共款？打电话。你好，阮这是新河房管事务所，是咧做包租代管的。啊，阮是咧做包，喂，阮是咧做包租的。啊喂，阿姊呀，今日拄着我吼，送你好运啦！啊，你这间厝吼，都已经登记过偌月啊。老实讲啦，你这间厝吼，看起来袂输有鬼咧。啊，搁要算这个介绍，啊，若算会出去吼，就真正是看到鬼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若是甲厝转售互阮，还阁有换命的机会啦。喂？我叫你迄间破厝吼，马桶去互晒塌掉，水管去互喷倒掉，别甲去